哦，迄个阵我拄好录了台语一年长，出来，哪要互过啊？我惊到要死，我想讲吼，我薪水遮尔低啦，啊无啥物钱啦，即摆搁要处理律师费，我迄个时阵感觉人生真正足黑暗的，人生落落去谷底10分钟，才10分钟，哎，10分钟这10分钟真正足痛苦。欢迎收看《台语一年长》，愈讲愈认同。大家好，看边。大家好，我是文酸。牛年节过2礼拜啊。迄拿到第7遍是毋是变无出头啊？搁袂来讲这啦。嘿啦，啊2礼拜毋知要讲啥，啊你只要讲牛年节啦。我活到即马34天，我一定算甲无想要算啊。以前我嘛拢会想要共骗，譬如讲吼，我牵倒一个人咧交往一天，隔天就分手。大家拢伫遐问啊，为什么要分手？因为我牵人拢串通好啊嘛。咱其实花时钓台伫牛年节迄天啊，咱嘛有讲一个生肖，就是咱平常时啊，拜1、拜3、拜5，拢迄台语字真趣味。是。结果拿到第7遍啊，伊伫迄天就挑工做一个台语字真趣味的迄个封面，当一个假的报上的图案伫顶悬。啊，其实伊是图，这样配了，奇怪，哪无开始报？惊死人！我想讲哦，歹去啊！我真正有互骗着呢。今仔日我真心话作真，互骗去啊！真正是安尼唔通啦，甲咱的观众朋友骗。安尼足歹啦，嘿啊，接受啦。嘿啦，唔通啦，讲骗这项代志吼，真正吼会落18赞的地啊！我就甲拿到第7遍讲吼，唔通安尼做啦，安尼违反咱的新闻的组织啦。啊，伊就讲袂出车啦。嘿啦，啊就是硬要做啦，啊你两个都做拢无效啊，哪会安尼啦？哦，即摆你看米伫迄个摄影机后壁吼，啥物代志拢敢做，啊出代志拢咱两个。嘿啦，替伊回失了一个啦，歹势啊，歹势啊。嘿啦，都是因为拿到第7遍拢会共创治，所以我就有样看样啦，我就甲伊学咩，所以我毋是伫群组内底甲大家创空，我就传一个叫做是声音档的迄个图案。这是我定看到的，其实我无互骗着。真的哦。要毋过拿到第7遍，迄个。我想讲，手机仔内拢无反应啊。手机也歹用，爱换手机啊。你做一件好代志，伊手机爱换。你敢要送伊？无，我无钱。观众朋友爱加甲咱支持，才有法度送拿到第7遍手机啊。嘿啊，伊才有法度加薪，才会当换手机啊。毋过咱拢这是小公孙笑。嘿啦，啊，毋过像阮之前敢毋是有伫牛年节迄天讨论迄 Will Smith， 就是伫迄奥斯卡颁奖典礼甲迄个 Chris Rock 献翠配。迄个时阵吼，其实伊是3月的代志嘛，结果小是大家讨论到4月1号一段时间了后，有一个电影卖奖呀，伊就讲一个消息，伊是讲啥物消息？伊讲啥物 Will Smith 和 Chris Rock 其实因是事先设计好的，因为事先甲奥斯卡的主办人啊串通好。对，因为互相串通，啊，就讲要伫奥斯卡颁奖典礼挑工甲献翠配安尼，要互收视率冲悬啊。啊，就讲吼，有一个奥斯卡迄个学院的迄个假声明，伊就甲打出来。你也无点迄个正面的连接入去吼，你都唔知这是牛年节讲生笑。所以吼，你拄着这款代志的时阵，你嘛是爱去查证。啊，像牛年节其实爱有准则，为虾米？因为你爱考虑讲吼，你这个讲生笑的代志吼，你是唔是会变成一个假消息？嘿啦，毋过牛年节即天啊，找家己熟识朋友啊，来甲因讲生笑，安尼创治其实嘛是真趣味。所以吼，大家伫牛年节即天吼，爱有适当的讲生笑就好啊，毋通伤超过。而且你爱看这个人吼，敢会当讲会起这个生笑。对啦。像我就讲袂起。我咧讲吼，伫2年前2020年吼，伫当我生日的时阵吼，阮的同事就甲我讲一个生笑，就是讲吼，迄个时阵我写一条新闻，迄个新闻啊，牵涉着一寡法律的问题，互我写迄个人敲电话来啦，讲要甲我告啦，我就伫遐看伊博暖啊，看伊协商啊，讲了，伊讲 OK， 安尼我无爱甲你告啊。也毋过伫我生日迄天啊，我本地就做好心理准备，我今仔日一定会哄骗，结果我嘛是逃袂过这劫，阮同事伊就写一个假的法律文书，讲迄个人嘛是要甲我告。哦，迄个阵我拄好录了台语一年长，出来，哪要互过啊？我惊到要死，我想讲吼，我薪水遮尔低啦，啊无啥物钱啦，即摆搁要处理律师费，我迄个时阵感觉人生真正足黑暗的，人生落落去谷底10分钟，才10分钟。10分钟这10分钟真正足痛苦，我伫遐懊恼，伫遐懊恼讲吼，我是要安怎咧？我伫遐想半工，因就甲鸡卵糕捧出来啊！迄时阵我送一口气，拄好无要互过，好佳哉是假。好佳哉，拄好我写迄个人吼，即摆互判有罪。你哪会讲互过？
好啦，咱讲到这的时候，有当时啊吼，讲生笑爱考虑到足侪代志，所以吼，大家讲生笑进前加考虑一寡。对，后回这时间继续收看咱的第一集联动，拜拜。